各位觀眾，人到咗55歲之後，最怕嘅未必係為唔到一筆大錢，而係明明辛苦守住咗半世人嘅積蓄，銀行戶口卻好似有一個睇唔見嘅缺口。今日幾十蚊，聽日百幾蚊，一次覆診，一程的士，一包藥，一盒補充品，再加一杯飲品，一碟點心，每一筆睇落都唔算多，但到月底打開簿仔一睇，先發現退休金又薄咗一層，精神又攰咗一層，身體亦痛多咗一處。好多人一講破財就諗起投資失手，借錢俾人唔還，或者屋企大門財位擺得唔啱。但各位觀眾，屋企最容易漏財嘅地方未必係大門，亦未必係客廳嗰個所謂明財位。有時真正每日慢慢帶走退休金、體力同福氣嘅，係餐桌上一杯飲品、一碟點心，同一個重複咗幾十年自己已經察覺唔到嘅習慣。有一個信號好值得各位觀眾留意，就係近呢一兩年買零食嘅錢多咗，去茶樓嘅次數多咗，藥費同覆診費亦一齊多咗。呢幾筆錢表面上各有各嘅去處，實際上卻可能連成一條線。唔係話食某一樣嘢就一定會病，更加唔係話所有周身痛都由食物引起，而係飲食、睡眠、活動、情緒同原有疾病往往互相牽動。當一個生活選擇反覆出現，身體嘅負擔同家庭嘅開支就有可能一齊累積。從岑日飛人生智慧所啟發嘅角度去睇，人活到晚年，真正要守住嘅，從來唔只係銀包入面有幾多錢，仲要守住自己行得、食得、瞓得同埋照顧自己嘅能力。我一直相信，身體係人生第一個財位，廚房係每日打開嘅財庫，而習慣就係守住財庫嗰道門。身體一旦長期受苦，就算屋企擺滿招財物件，個心都難安，財氣亦難穩。今日有人話自己正等緊一股特別嘅財運波。各位觀眾，真正值得迎接嘅財運波，唔係天上突然跌落嚟一大筆錢，而係喺下一次俾錢、下一次入口之前，忽然睇清一個會反覆耗財嘅習慣。能夠早一日睇見，就可能少一日消耗。能夠早一餐調整，就可能為將來留返多一分自由。呢種清醒就係財運開始轉向嘅時刻。所以今日我會陪各位觀眾睇清3件事。第一，認出屋企一個令生活同財氣慢慢變重嘅信號。第二，了解4類常見食物點樣可能同健康開支互相牽連。第三，喺影片後半段帶走一個簡單嘅餐桌守財法，令身體、廚房同錢包慢慢回到有節有序。而家想請各位觀眾做3件事。第一，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，用清醒安穩嘅心迎接財氣，同時守住福氣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4個字，唔係保證金錢突然出現，而係提醒自己迎財之前先要識得守財，享福之時亦要識得惜福。第二，請訂閱呢個頻道，就當同好習慣結下一份善緣，提醒自己每日行喺富足、節制同安穩嘅路上。第三，請睇到最後，因為後半段會揭開一個最容易俾人忽略嘅破財習慣，睇清之後可能令你個心安一點，未來幾日嘅金錢安排亦輕一點。有位住喺黃大仙嘅退休叔叔，做咗幾十年文職，記數一向好仔細，水費幾多，電費幾多，買一卷廁紙平咗幾蚊，佢全部寫低。退休之後，佢成日話自己冇亂使錢，但每個月去到尾，戶口總係比預算少一截。佢最初懷疑係物價貴，後來又覺得係自己命中守唔住財。有一日，個仔陪佢將3個月嘅單據放埋一齊睇，先發現叔叔每日下午都會落街飲一杯甜奶茶，食一件小蛋糕，
因為胃唔舒服，夜晚又會買胃藥。復診嗰日腳痛，佢就搭的士來回。甜品錢、飲品錢、胃藥錢、交通錢，單獨睇每一筆都細，但連埋一齊就變成一個每星期都重複嘅圈。重點唔係話嗰件蛋糕直接造成佢所有痛症，更加唔係要怪責佢。人老咗，胃痛、關節痛、麻痹、乏力，可以有好多唔同原因，需要醫生判斷。但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有啲開支唔係各自獨立，而係一個習慣帶住另一個習慣，一種不適又帶出另一筆消費。錢唔係一次過唔見，而係喺一張張細單據之間慢慢流走。國學講因果，唔係叫我哋將疾病當成神秘懲罰，更加唔係見到病人就話佢做錯咗乜。真正貼近生活嘅因果，係今日一個細小選擇，叫做因。重複嘅次數、每次嘅分量、年齡、體質同原有疾病叫做緣。日子耐咗之後出現嘅結果先叫做果。一次食甜唔會決定一生，一餐豐富亦唔代表一定有病。但一件小事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就可能由一粒種子慢慢長成一棵大樹。易經嘅智慧就係叫人喺形勢未完全定下來之前，先睇見微小變化。當你察覺到一個循環，就唔使再用年紀大一定係咁去放棄自己。可以求醫嘅就求醫，可以檢查嘅就檢查，可以慢慢調整嘅就慢慢調整。各位觀眾一定要記住，如果疼痛持續、關節紅腫、身體麻痹、活動突然困難，或者症狀明顯加重，應該盡快求醫。飲食調整只係輔助，唔可以代替診斷、治療同藥物，更加唔好自行停藥。而第一類要留意嘅食物，唔係山珍海味，亦唔係特別昂貴嘅補品，反而係好多獨居長者、退休人士喺寂寞、疲倦或者心情低落時，最容易用嚟安慰自己嘅甜味。糖果、蛋糕、糖水、甜餅、高糖、奶茶同埋一啲偏甜嘅點心，最容易令人有一種即時被安慰嘅感覺。忙咗大半世，仔女各有各忙，屋企由朝到晚冇乜聲，一杯甜茶、一件酥餅，就好似每日唯一準時出現嘅朋友。呢份需要並唔可恥，想得到一點安慰係人之常情。問題只係當安慰變成每日自動重複，甜味就可能同時記入三本睇唔見嘅賬。第一本係口腹賬，食落去嗰一刻，個人開心咗，心情鬆咗，呢份快樂係真嘅，唔需要否認。第二本係健康賬，長期過量攝取添加糖，會增加能量過剩、體重上升同蛀牙嘅風險。至於本身有血糖問題嘅人，更加要按醫生或者營養師建議安排份量。第三本係退休金賬，每日一杯飲品加一件甜點，如果係25蚊，一年就超過9000蚊，仲未計可能伴隨而來嘅交通、復診同其他開支。各位觀眾，25蚊唔係罪，食甜品更加唔係錯。真正值得睇清嘅係自己有冇選擇，定係一到某個鐘數，雙腳就自然帶自己去買，一覺得寂寞，隻手就自然伸向糖果盒。守財唔係從此乜都唔食，而係知道自己食緊乜，點解食幾多先啱啱好。荃灣有一位婆婆，一個人住咗幾年，佢每日買位之後都會買一個菠蘿包同一杯甜奶茶。個女問佢係咪肚餓，佢總係話只係順便。直到有一日下午，個女提早返去，見到媽媽坐喺冇開電視嘅客廳，一啖一啖食個菠蘿包，先明白媽媽唔係真係餓，而係想間屋冇咁靜。個女冇將所有甜食掉晒，亦冇用責備語氣話媽媽唔自律。佢哋一齊商量，將每日食改成每星期2日，每次買細份一點。其中一日，個女
會陪媽媽去公園慢慢行，再坐低飲一杯少甜嘅熱茶。幾個星期之後，婆婆最開心嘅唔係少食咗幾多糖，而係終於有人明白，原來佢想要嘅唔只係甜味，而係陪伴。佛家講觀照，唔係要一個人壓住所有慾望，而係先睇清慾望背後有乜需要。你係肚餓，係口渴，係攰，定係寂寞？當需要被睇見，選擇就會多返。可以食半份，可以改造小甜，可以留到同家人分享，亦可以用散步、傾偈、曬太陽，填返心入面嗰個空位。減甜唔等於奪走晚年嘅樂趣，識得喺最好味嗰一刻停一停，珍惜食物而唔過量，先係真正嘅惜福。第二類要留意嘅係一啲嘌呤較高嘅海鮮、動物內臟，加上茶樓常見嘅油炸、肥膩點心。對好多香港長者嚟講，飲茶從來唔只係食嘢，嗰張圓台係老朋友見面嘅地方，係講舊事問近況，證明自己仲有人記掛嘅地方。所以叫一個人完全唔去茶樓未必合理，叫佢坐低之後乜都唔食，亦未必有人情味。但人一多，點心就容易一籠接一籠。蝦餃食完有鳳爪，鳳爪之後有炸物，見碟上仲有2件，又怕浪費，明明已經飽，都照樣食埋。有人仲會飲酒助興。對容易患痛風嘅人，內臟、部分海鮮、酒精同含糖飲品等因素都可能增加發作風險。但唔係人人食海鮮都會痛風，亦唔係食過一次就一定出事。實際風險仲同總分量、頻率、體重、腎功能、原有疾病、藥物同個人代謝有關。所以有痛風或者腎病嘅人要跟返醫生同營養師嘅個別指引。觀塘有一位退休叔叔買家庭用品時慳得好仔細，洗衣粉差2蚊，佢會行多2條街；買風扇佢會比較幾間鋪，但每星期3次飲茶，朋友一叫加單，佢從來唔推。佢覺得一籠點心幾十蚊，大家開心最重要。有一晚，佢隻腳趾突然又紅又腫，痛到連將膊臂掂住都辛苦。嗰次要睇醫生，搭的士，幾日行動不便。原本答應陪孫仔去公園，亦去唔成。後來佢先感慨，自己為咗慳2蚊，行多2條街，卻冇留意每餐多叫2籠，多食幾口，可能令本來已經敏感嘅身體承受更多負擔。當然唔可以話嗰一餐就係唯一原因，但佢終於明白，一餐飯有時要俾2次錢。第一次喺收銀處用金錢埋單，第二次可能用時間、體力、行動自由，甚至家人照顧嘅心力埋單。國學所講嘅知止，唔係叫人活得苦，亦唔係朋友聚會時板起塊面。知止係知道邊一口仍然係享受，邊一口開始變成負擔。去茶樓可以先揀一款自己真正中意嘅點心，而唔係每款都叫。可以加一碟菜，選擇蒸嘅多過炸嘅，食到7、8分飽，就唔好因為碟上剩低而勉強塞入肚，怕浪費。可以一開始少叫1籠，唔係食到辛苦先叫惜福。識得停唔代表掃興，反而係為咗下一次仲有精神落樓，仲有能力自己搭車，仲可以同朋友再飲好多次茶。守住健康就係守住晚年選擇去邊度、見邊個、點樣生活嘅自由。呢份自由往往比慳低幾十蚊更加珍貴。第3類要留意嘅係一年4季都飲凍飲嘅習慣，例如冰水、凍檸茶、凍奶茶。呢度一定要講清楚，凍水唔係所有關節痛嘅普遍原因，亦冇理由將每一種炎症、胃痛或者失眠都推俾一杯凍飲。每個人反應唔同，有人飲完
完全冇事。有人腸胃較敏感，飲得太急、太凍或者太多，就會覺得肚脹、胃部不適。從中醫角度，脾胃較弱嘅人亦可能覺得生冷之物令自己唔舒服，但具體症狀仍然要由合資格醫護人員判斷。真正要留意嘅係我哋有冇用30歲時嘅方法勉強70歲嘅身體。後生時捱夜，第二日一杯凍茶照樣開工。年紀大咗，活動量、睡眠、消化同服藥情況都變咗，但隻手仍然按住舊習慣行事，身體已經換咗時令，個人卻仲以為自己停留喺以前。有一位做下午更嘅年長保安員，每日2、3點最眼瞓就買一大杯凍檸氈力提神，飲完短時間精神咗，但有時個胃唔舒服，夜晚又因為日頭太攰，作息亂而瞓得唔好，跟住佢再買胃藥，又試唔同嘅助眠產品，慢慢形成一個循環。攰就靠凍甜飲頂住，唔舒服就再花錢處理，夜晚瞓得差，第二日又更加攰。要改嘅未必只係嗰杯飲品，而係成個疲倦循環。佢後來試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叫做暖先。返更之前先食一餐份量合適嘅午飯，下午先飲幾啖暖水或者室溫水，行2分鐘，等一等，再問自己係真係想飲凍定只係到鐘數就想買。佢唔係一夜之間戒晒，而係由哨兵開始，再慢慢改細杯。當選擇唔再自動發生，佢先發現原來自己有一半時間並唔係想飲，只係習慣。易經重視時與位，季節有時，萬物有位，人嘅身體亦有今日所處嘅位置。真正順勢唔係逼自己回到後生，而係尊重而家嘅體力、睡眠同消化。今日適合暖一點就暖一點，今日胃口差就少一點，識得因時調整，先係最貼身嘅生活風水。第4類要留意嘅係糯米飯、粽、糯米雞、年糕、湯圓，同一啲同時多油、多糖或者餡料豐富嘅糯米製品。先講清楚，糯米唔係有毒，亦唔係一食就傷身。問題通常唔在於一粒米，而在於份量、配搭、進食速度同埋你而家嘅身體係咪適合。糯米食品往往比較密實，一份落肚，實際份量可能比眼見嘅重，再加上肥肉、油、鹹蛋黃或者甜餡，食得多時，有啲長者會覺得滯、胃脹或者攰。尤其活動量比以前少，同一隻粽、同一碗糯米飯，身體嘅感受可以同10幾年前好唔同。呢個唔代表一定有病，但如果不適持續或者反覆，就應該求醫，唔好只靠自己估。西灣河有一對老夫婦，好中意買特價套裝，見到總買4送2，就覺得唔買係蝕底。買返去之後，兩個人又怕過期，怕浪費，早餐食，午餐再食，連續幾餐都逼自己清晒，食到個胃頂住，仲互相安慰話做人要惜福，唔可以掉嘢。後來個女同佢哋計一計，原來所謂贈送嘅2隻粽並冇令佢哋真正慳錢，為咗優惠多俾咗錢，又為咗唔浪費而食多咗，最後身體唔舒服，其他新鮮食材反而放到壞。下一次佢哋只買2隻，一隻分開2餐食，另一隻送俾真係想食嘅鄰居，花費少咗，雪櫃鬆咗，個胃亦舒服咗。各位觀眾，節儉唔係因為平就買到盡，惜福亦唔係將身體變成剩餘食物嘅收容所。食物已經多到身體承受唔到，仍然逼自己食，表面上冇掉嘢，實際上可能將浪費由垃圾桶移到健康帳。買得啱啱好，分得啱啱好，食得啱啱好，有多就及時分享，呢種有分寸嘅珍惜先係守財惜福。講到呢度，
我想問各位觀眾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好努力守住退休金，但甜品、茶樓、復診、交通同藥費一筆一筆加起來，最後總覺得錢留唔住？如果有，請喺留言區講低目前最困擾你嘅一筆開支，唔使怕俾人笑，因為好多家庭真正沉重嘅從來唔係一次大風浪，而係長年冇人留意嘅細水長流。而家就要揭開頭提到嗰個最容易被忽略嘅破財習慣。各位觀眾，4類食物只係表面，深一層嘅問題往往唔係某一件食物本身，而係間屋點樣令一個人每日自動重複同一個選擇。你試下返屋企望一望，餐桌正中間係咪長期放住糖果、曲奇同蛋糕？一打開雪櫃，最先見到嘅係咪汽水同甜飲？因為特價買返嚟嘅食物係咪塞滿幾層，連自己有乜都唔記得？過期食品係咪同一袋藥擺得好近？每次去街市之前冇寫低要買乜，見到減價試食或者心情唔好就一件一件放入購物袋。呢啲睇落只係雜亂，實際上會形成一條每日行好多次嘅路。眼先見到，手就容易攞，手攞得多，口就自然食，食完又買，買完又放返最當眼嘅位置。久而久之，唔係你每次都重新作決定，而係環境替你作咗決定。風水唔只係擺一件物件，亦唔係將一隻招財物放喺角落就可以抵消所有無意識嘅生活習慣。真正嘅生活風水係每日眼見手攞入口嗰條路，雪櫃最先見到乜，餐桌長期擺住乜，門口出街前有冇購物清單，往往就決定一個家庭重複消費乜。人嘅行為重複得耐就形成一種氣，一家人都跟住同一條路行，就形成一個家嘅氣場。所以要整理財位，未必要先買任何物件，可以先將暖水壺或者水杯放到容易見、容易攞嘅位置，唔好將甜餅長期放喺餐桌正中間，可以收起或者只留當日合適嘅小份。買完粽、糕點或者熟食，第一時間分成細份，唔好等食嗰陣先靠意志力決定。雪櫃留一格俾今個星期要先食嘅食物，較新嘅放後面。去街市前寫低需要，盡量照單買。每星期揀一日望一望雪櫃，先用已有嘅再決定添置。呢啲唔係招錢儀式，亦唔會令財富憑空出現。佢真正嘅作用係令較合適嘅決定變得容易，令衝動購買、重複購買同食物浪費變得困難一點。當環境有秩序，支出就容易有秩序。當眼前少咗誘惑，個心就少一次拉扯。財氣穩唔穩，好多時唔在於你有冇得到一筆橫財，而在於已有嘅金錢、體力同食物有冇被好好安放。去到呢一步，各位觀眾可以學一個三本賬嘅方法。下一次想買想食之前，唔使責罵自己，只要輕輕問3句。第一句，呢樣嘢會俾我乜嘢口福？如果真係好中意，就清清楚楚享受，唔好一邊內疚一邊食。第二句，我今日嘅身體適唔適合呢個份量？唔係問一世可唔可以食，而係問今日夠唔夠，會唔會太多？第三句，呢筆消費係偶然嘅快樂，定係已經密密重複開始影響退休金賬？呢3本賬分別係口福賬、健康賬同財福賬。真正成熟嘅選擇唔係永遠犧牲其中一本，而係盡量令3本賬唔好互相傷害。口福有，但唔過量；身體被尊重，但生活唔失去味道；錢有安排，但唔使慳到。日日苦口苦面，國學講中和，最難得嘅從來唔係走到極端，而
而係喺人情、慾望同分寸之間，到一個行得長久嘅位置。佛學所講嘅因果，亦唔應該用嚟責怪病人。病痛有好多原因，有啲甚至唔係一個人可以控制。我哋能夠做嘅係對仍然有選擇嘅部分保持清醒。一次選擇唔決定全部，但重複久咗就會形成方向。正念放喺餐桌上，就係知道自己而家食係因為餓，因為開心，因為寂寞，因為怕浪費，定只係因為食物擺喺眼前。易經有一句大家熟悉嘅智慧，叫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舊習慣行到困住自己，就需要變，但變得太急太狠，往往3日就放棄。真正通達嘅改變係今日比昨日好一點，呢個星期比上個星期清楚一點，唔使一夜之間戒晒所有中意嘅食物，只需要將選擇權一點一點攞返自己手上。各位觀眾可以試做7日，唔需要買靚簿，一張紙都得，每日寫低食過乜，份量大概幾多，食完身體有乜感覺，同埋使咗幾多錢。例如食完太飽、口渴、胃脹，或者完全冇不適，都如實記低。7日之後，你未必會得到一個醫學答案，亦唔應該用呢份記錄自己診斷疾病，但你可能會睇見一個以前冇留意嘅循環。呢份記錄亦可以喺複診時俾醫生或者營養師參考，令溝通更具體。最後將今日最重要嘅餐桌守財法送俾各位觀眾，8個字：一暖、二伴、三換、四記。一暖係暖先，每日第一杯飲品或者食飯前第一個選擇，先由暖水或者室溫水開始。唔係話飲暖水可以醫百病，而係用呢幾啖水俾自己一個停頓，飲完先再問，係真係需要凍飲，定係只係慣性？係真係口渴，定係想用甜味提神？還有需要限制飲水量嘅疾病，就一定要跟醫生指示，唔好自行增加飲水。二半係減半，唔需要絕對禁止，因為禁得太盡，個心反而日日掛住。蛋糕可以先食半件，另一半留俾家人分享。總可以分開2餐，配菜多一點。甜飲由大杯轉細杯，由正常甜轉小甜。見到買4送2，先問自己真正需要幾多，唔好為咗得到所謂免費嗰份，反而多使錢。多食嘢，減半唔係虧待自己，而係將明日嘅舒服都計入今日嘅享受。三換係每餐只換一樣。去茶樓唔使成張台全部改變，只要將其中一款炸物換成精物，將其中一碟肥膩點心換成菜，或者將一杯高糖飲品換成小甜無糖而適合自己嘅選擇。一次換一樣，家人容易接受，自己亦容易持續。改變唔在於場面有幾大，而在於下星期仲做唔做得到。四記係將食物、錢同健康相關開支寫喺同一頁，左邊記甜品、茶樓、凍飲、特價食品，右邊記覆診、藥費、交通同照顧開支。唔係要證明兩邊一定有直接因果，而係俾自己睇見生活嘅全貌。有時你會發現兩邊冇關係，咁就唔好亂怪食物。有時你會發現某種選擇經常同某種不適一齊出現，就可以帶住記錄請教醫生。當資料清楚，心就少一點差異，決定亦穩一點。一暖、二伴、三換、四記，目的唔係令生活失去味道，而係將選擇權交返俾清醒嘅心。當生活有節，支出自然容易有序。當身體少一點負擔，晚年就多一點自主。各位觀眾，如果有糖尿病、痛風、腎病、心臟病，或者正接受長期治療，飲食同飲水安排都要按醫生或合資格營養師指示。
唔好因為一段影片自行停藥、減藥或者採取極端飲食。講到守財惜福，最後仲有一件事比食物本身更溫暖，就係家人表達愛嘅方式。有一位女兒每個星期探媽媽都會帶一大袋蛋糕、曲奇同飲品，佢覺得媽媽辛苦咗一世，老來應該食好一點，空手上門又好似唔夠孝順。媽媽每次都笑住收，但轉頭望住血糖記錄同藥袋，又暗暗擔心食唔晒，驚辜負女兒；食晒又怕身體承受唔到。兩母女都係出於愛，卻冇講出各自嘅為難。後來女兒終於明白，孝順唔一定要用一大袋食物證明。佢開始只帶少量適合媽媽嘅食材，一齊煮一餐簡單嘅飯。食完幫媽媽睇一睇雪櫃有冇過期或者重複買咗嘅東西。天氣好就陪媽媽落樓慢慢行，行唔遠就坐低聽媽媽講，從前媽媽最珍惜嘅原來唔係嗰盒昂貴蛋糕，而係女兒冇望電話，專心聽佢講嘢嗰半個鐘。真正嘅孝順唔係每次探望都將雪櫃塞滿，真正嘅惜福係陪家人守住健康、尊嚴同晚年嘅自主，能夠自己起身，自己行幾步，自己選擇食乜，對一位長者嚟講就係一份好大嘅財富。家人願意陪伴佢保留呢份能力，亦係為成個家庭減少將來可能承受嘅金錢同心力壓力。守住一個人嘅身體，就係守住一家人嘅一部分福氣。各位觀眾，今日講嘅4類食物全部都唔係敵人。甜味可以帶來歡喜，茶樓可以維繫人情，凍飲可以喺炎熱日子帶來清爽，糯米食品亦承載節日同家庭記憶。真正令財氣變重嘅唔係食物有一個可怕名字，而係一種失去覺察嘅重複。明明唔餓仍然食，明明已經飽仍然怕浪費，明明身體反覆唔舒服仍然唔願意求醫或者調整，明明屋企已有好多，仍然因為減價再買。久而久之，口福變成負擔，節儉變成浪費，安慰變成依賴。人到晚年先慢慢明白，守財唔係乜都唔花，亦唔係將每一分錢捉得死死。真正嘅守財係唔再用明日嘅健康埋單今日一時嘅過量，唔再為咗眼前平幾蚊買返一個身體同屋企都消化唔到嘅負擔，唔再用食物代替陪伴，用補償代替理解。身體係第一財位，因為你仲行得先可以去想去嘅地方，你仲有精神先可以管理自己嘅生活，你仲有判斷力先守得住辛苦累積嘅金錢。廚房係每日打開嘅財富，因為一個家庭點樣買、點樣放、點樣食，就一日一日決定健康同支出嘅方向。習慣係財富嗰道門，因為門開得有節，福先留得住。門日日任由衝動出入，再多嘅財亦會慢慢散。當然，人生唔可能所有病痛都避得過，亦唔係做好飲食就保證唔使睇醫生。衰老有佢自然嘅路，疾病亦有好多複雜原因。我哋所講嘅守福，唔係追求永遠唔病，而係喺仍然做得到嘅地方，少一分無謂消耗，多一分清楚安排。有症狀就及時求醫，要食藥就按指示食，能夠調整嘅生活習慣就溫柔而持續咁調整。岑日飛人生智慧所帶來嘅提醒，唔係叫人同命運鬥到底，而係看懂世事，有進有退，做人要有分寸，得福之時識得珍惜，遇到變化亦識得轉身。易經講變，佛學講觀照，國學講知止，落到一日三餐，其實都係同一件事。睇清自己而唔苛責自己，珍惜所有而唔過度佔有，享受眼前而唔透支明日。如果各位觀眾已經睇到呢一刻，我想先恭喜你。呢唔代表
聽日一定會突然出現一大筆金錢，而係代表你願意停落嚟，願意觀照，亦願意重新整理健康、金錢同福氣之間嘅關係。呢份耐性本身就係一種安穩嘅富貴頻率。當餐桌有節，個心自然安一點；當生活少一點，無謂耗損，財氣亦更容易慢慢穩定。今晚或者聽朝唔使做一件好大嘅事，只要行入廚房望一望餐桌，打開雪櫃，揀一個最容易改嘅位置，將水杯放近一點，將甜食收好一點，將一份食物分細一點，或者寫低聽日真正需要買嘅3樣嘢，改一處就係為財富關好一道小門，少一次衝動就係為晚年留返一點自主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減少無謂耗損，迎接更安穩嘅財氣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，就當同自己、同天地、同未來立下一個溫柔約定，既要迎財，亦要守財，既要享福，亦要惜福。各位觀眾亦可以寫低目前最困擾你嘅飲食、醫療或者退休開支，我哋會喺往後嘅分享再陪大家逐樣睇清。如果今日呢段內容帶俾你一點提醒，請俾影片一個讚，亦可以轉發俾重視健康同退休生活嘅家人。請訂閱頻道，打開通知鐘，讓我每日用粵語陪各位觀眾一齊守住財氣，惜住福氣，看透人生嘅得失，放低不必要嘅執着，慢慢行入一條更清醒、更自主、更安穩嘅晚年財福之路。